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28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咱来看总统选举的政见会，反心讨伐正做一回选举议论的重点。政见会来到上尾场，3名总统候选人共款伫这个议题交手，三方面对下招无爱让步。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一开场就穿朴素衫，讲朴素学历，暗过强调伊毋是质疑蔡总统的学位，佮批评反信讨伐，讲家己去 APEC 开会，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如果我今天自首，我算不算我是渗透法将来要处置的对象？不过蔡总统，可能你也会被连累到。 因为你是教唆犯。总统蔡文回应，是中华民国请伊去，所以免烦恼。随即强调绝对袂接受一国两制，佮靠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做总统毋是总机。总统不是总机，总统要扛责任，要领导，不是把问题转给其他的部会就好了。你的政策团队的分机号码应该是633，因为你的国策顾问团。 就是当年马总统的633执政团队，而且是跳票团队，是同一批人。韩国瑜回应：做总统也不是总机，也不是读稿机。当总统不是总机，当总统也不是读稿机，两个机都不好。我相信您的读稿机已经也是享誉海内外了。白天总统蔡英文，晚上总统邱毅人。我不客气的说，我敢这样的讲出来，邱毅人先生。 2004年陈水扁2颗子弹，你一手导演，打在陈水扁身上。2020年总统大选，你要打在我韩国瑜身上吗？韩国瑜果讲家己是8年难得看到的政治奇才，蔡英文受访时回应，韩国瑜不是要选民进党主席，而是选总统。观察民进党不如对国民党爱专心一点嘛。结束3场政见发表会，3位候选人29礼拜一下晡2点，要在电视辩论会正面对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新闻，候选人伫这场政见会放剑光，不过也是有提出政见。总统蔡英文要平衡区域的发展，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是放好礼予客人、原住民甲新住民。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农民讲话讲甲拗头甜，咱即马就做伙来听3方面的主张。2010总统大选电视政见发表会78是最后一场，3党候选人严肃交锋，互相批评之外，也提出部分政见。上一次总统大选花了很多的时间，构思应该如何加速我们区域的均衡发展，而且一上任我就开始做。 提出区域均衡发展大战略以外，蔡总统也针对强化社会安全网，提出建立脆弱家庭系统。我替弱势的孩子存教育基金，我们建立了儿少未来的教育与发展的账户。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护儿4法的修法，虐待儿童的刑责提高了，不适任的教师的退场机制也加快了，专业人力的增加以及虐儿通报的速度更快，协助。 也更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开出政策支票，先向新住民示好，想要化解进程，防造假来实现正义。新住民的朋友，不管来自中国大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谢谢你们，很多嫁到台湾来，1/7的小朋友都是你们帮忙生下来的新台湾人的妈妈。除了照顾新住民，也讲到原住民客家族群加庶民经济。我的庶民经济。 我是非常重视，希望未来我们能成立1000亿左右的庶民经济希望工程。我们针对所有庶民经济服务业的，不管是批发、零售、乐活，然后各种餐饮等等，我们要成立一个庶民经济服务团，来帮助这些庶民经济朋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是表示，年金改革失败，马前政府要责任，才互民进党有机会下手，会重新检讨年改，搁后天为农民请命。当我看到电视上我们农民种的那些香蕉卖不出去，他们用刀子去割下来，去喂猪，然后得到政府的补助。你想想看，这些农民。 要不要我们政府帮他们真正去开拓那个外销的那些途径？大陆是最大的这些我们的农民的出口的地方，
你们又去搞一个反渗透法，不是把他们的财路全部都断掉了吗？宋楚瑜搁拍省长政绩牌，韩国瑜搬出国父孙中山时客家集，蔡总统是提出少年人梦想做结束，三人政见共同议员集中地如何互老百姓有感觉，用无共款的方式向各自族群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麦。首先来看《苹果日报》，今仔日冷气团有变较弱，日时气温有回升，不过12月31日东北风会搁再增强，气温上加到14度，北部、东部的云会较济。咱若要看明年透早头一摆的拍武功，拍算爱去西部的山区才有机会。再来是《自由时报》，台北大巨蛋通去国父纪念馆附近的连通道工程，经过台北市文化资产委员勘查了后，认为要改到国父纪念馆，确定这条案修正了后过关。上尾是《联合报》，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台湾投资风险评比排国际第4坎，虽讲排名无退步，不过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等级有略下降。咱来看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的员工，因为工厂的环境有致癌的药剂，所以调平这条案。第二批有1120人，甲 RCA 等等公司提出告诉，要求赔偿73亿。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1115个人胜诉，5人获驳回。RCA 等等的公司爱赔23亿300万，专案也会使上诉至。反方原则胜利，要求业者赶紧赔偿。RCA 工商赔偿案件第二波1120人，对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这公司提过要求赔偿超过73亿。台北地院27一审宣判，有1115人得到胜诉，5人被驳回。RCA 这4间公司总共必须赔偿23亿300万块。RCA 公司在营运期间呢，曾经使用多种包含3氯乙烯的致病物质，让劳工经常性的以吸入、食入、直接碰触的方式暴露在这些化学物质中。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20年前伫桃园设厂，撤厂了后被逼出工厂一直使用有毒的用剂，严重污染地下水甲土壤。后续有真侪员工甲附近民众拢着癌，甚至死亡。经过30年抗争，头一波提告的529人内底，去年最高法院判决262个人得到赔偿5亿1000万，其他人被认定无说明身体健康有啥物损害，立法会更审。而即摆台北地院合议庭认定受害员工若暴露在有害物质，就算无外显的疾病，伊也应得到赔偿。我们虽然吸毒的人，基本上可能目前没有重大的疾病，基因会有突变，会有这些损害，哈，这个部分是被肯定的。他可能还要继续拖，他们可以拖，但是我们的员工没有办法拖，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而且很多人都罹癌或者有重大的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在等待。律师团指出，这摆判决写下台湾司法里程碑，合议庭甲赔偿金额直接判予关怀协会，而无过一一认定每一位受害者赔偿金额。RCA 关怀协会强调，这摆胜诉是属于台湾劳工的胜利，但过有头一波赔偿金业者拖1年外才赔偿，所以讲爱业者尽紧负起赔偿责任。而头一波发回经审的246个人，专案会在明年3月宣判。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特别结束啊！第7弹发生袂少大代志，观众朋友，你认为倒一站上大条呢？都有媒体伫网络办投票的活动，结果总统出访的是特勤人员逃走私分这条案排伫头名。今年7月2日，总统蔡英文结束友邦出访的行程，返来台湾时阵，选去调查局掌握到证据，当场查到特勤走私9800条分，私分案的风波扩大，花行清查2006年以来，总统专机所卖出去的免税分超过4万条。这件案件嘛，被网友选作2019年度上大的新闻。这则新闻本来应该是一个社会跟司法的新闻，但是随着案情的不断的扩大，慢慢也变成是一个财税的新闻、消费的新闻，甚至最后变成一个政治的新闻了。网友投票选出来2019年度大新闻，第2名是香港反送中游行，第3名是台湾变作亚洲第1个立法保障同志婚姻的国家，第4名是香港因为禁止和平法冲突变较激烈，10月份南方澳大桥登去，是来做第5名。前5大新闻当中，香港反送中甲禁止和平法拢入围，香港的情势甲台湾的政治有关系，嘛引起民众关心。死者
目前记者是在理大大学的外面，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现场非常的暴动，学生们丢汽油弹。年度10大新闻当中，排名上头前的国际新闻是有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这件发生伫咧巴黎时间4月15日晚的火灾，互圣母院教堂暂定放弃，插座的厝顶规个互烧掉，消防人员规暝拍火到天光。这敢若保留建筑物的整体结构，中间的阶段看起来抑阁真久长。记者综合报道。反心透法是这回选举议论的重点，这条到底敢会过关？立法院院长苏家全头摆规划甲各党团协商，不过也是一人一片理，无通达成共识，打算后礼拜一搁再讨论。总统蔡英文一直要促成立法院民进党团爱在12月31日通过反心头法，加做选前国会上大的攻防焦点。立法院长苏家全27头一摆召开反心头法修法党团的协商，各党代表坚持立场，毫无退让，还有比真高。没有什么无法理性讨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仓促立法的问题，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我想过或不想过的假设之下的话术的问题啦。今天一条逐条讨论出来，31号就是表决而已啊，你哪有办法去理性的讨论？啊，表决出来以后所承担的责任，这个承担得起吗？也1月11号就选举了，新民意就出来了，民进党怕什么？你真的到时候没办法过半了。国民党加民进党以及亲民党各有立场。时代力量是讲，对着家己提出的草案版本遭到封杀，而且无法度加民进党团版本来必案协商，感觉是真遗憾。会提出修正动议，让法案更加完备。我不太希望说到31号的时候，只有一个版本有被表决的机会，那其他的版本可能是在议事规则上面的操作，连被表决的机会都没有。民进党团是强调，反渗透法的处罚针对是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这渗透行为，加上不法行为，亲像违法捐赠政治现金、受指示助选、有失法令政策、妨害集会游行选举投票，才成立，是保障民主防卫机制。严过国民党团搬出停诉证据，强调重大法案唔拿行政院无提出版本，民进党团也规撇举办公听会，无伫委员会充分讨论。习近平在元月2号提出所谓的15条，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是一个很从未有过的对统一进程的一个很明白的宣示。作为执政党，作为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我们不能没有这个建立一套这个防卫的机制。立法会主委陈明通是搁在讲，一般伫中国经商、就学就业的民众同胞唔免烦恼，因为两方正常交流无伫即摆立法的规范范围。不过因为反渗透法协商进度不如预期，调研30号会搁再协商，31号新法度会个3读通过，各界真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是啦，选举19日到，咱检察机关针对贿选甲选举的搅拌是唔敢大意，就是惊咱的选举会受到影响。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但已经抓到85件选举的搅拌。检警调查人员赶紧伫算钱，因为家己检方查到跋筊网站业者4小的查甫人，近年来甲海外犯罪所得26亿，用地下汇兑方式汇转来台湾，并且查扣并输这6台进口车的证物，价值几千万块，涉犯跋筊、洗钱、防制这罪，也涉嫌总统大选组头操盘。林那家己婚姻地检署也查到地下选举的搅拌。伫市场的查甫人住的所在，扣着现金60万块，甲伊非法所得所买369万，保时捷休旅车全部来没收，并且在明年年初进行拍卖。张姓男子呢经营总统及立法委员的选举赌盘。那我们在今年的12月24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呢，到被告土库的住处去执行搜索。因为搁再过2礼拜，就是正副总统甲立委选举的投开票日。内政部长徐国勇到各县市警察局视察，听取地方治安甲选举的查查贿选者干部，防止金钱甲暴力介入选举来影响选情。意图不正当的方法来影响这些选举的话，那都是最低都是3年以上。那也可以判到10年。
市高用强调，即个有意图影响选举的行为，一定依照违反选罢法严办。李根据警政署统计，到12月2日为止，总共查到选举搅拌85件，146个人。个案拢继续向上追查无后主嫌，向下来追查参加的人。记者综合报道。现时网络发达，都有袂少人利用直播来看政见的发表会。毋过无字幕对毋捌手语遐耳仔有较各样的朋友来讲，就无啥利便咯。大公司新闻实验室就打算利用电脑语音辨识这款技术，甲候选人的话即时转做文字呈现予咱民众。12月29耳仔有各样的朋友伫网络看总统电视辩论会，就真好势咯。2020大选第3场总统政见发表会正在进行的同时，在这一个摆满电脑的办公室里头，也正在进行一场全新的实验。那在夏天我们用了很多的光电，所以我们不需要燃煤，我们可以减少燃煤。我们冬天有风电，夏天有光电，有什么不好呢？候选人讲的话会经过交代语音辨识系统产生文字，边有专业的听打员做第2站把关。台湾的内部经过这次总统大选之后，我们必须和谐的相处。2300万人，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语音辨识速度紧，听打员用修改电脑填到的字，让字幕产生更更好。我对于政策有个承担。语音辨认的一个限制就是说，如果你的后面的文字的知识不够的话，它就会整个辨认率就会降低。第二个呢，就是说杂讯。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自发性语音。你如果比如说这个是辩论，它重复或者修正，我讲好像类似像这样做了更正什么，那这一类的处理都还没这么好。透过与 AI 的合作协助，那它可以先帮你打出比较多、比较完整的字，然后你可以再去修改。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让资讯变得更完整。曾克中认为，语音辨识应该不是取代人，而是协助人的工作做得更较好。语音辨识用在直播即时字幕是台湾第一摆，听打员甲 AI 的合作方式也要来调整最后一关，如何让字幕清楚呈现在画面上，而不是造成干扰。伊爱偌大一摆爱几行，拢爱勇敢行出第一步，才有改进的可能。这几礼拜实验的成果，要在12月29总统辩论会，公司 P-Shop 新闻实验室网络直播来呈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中华丰苑到大城路之站，伫昨下晡举办通车典礼。西滨中华路段已经全部开放，打算伫旧年几年进前，新竹红片到香山，卖全线通车。甲红色的彩带加落，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中华丰苑到大城路段正式通车，而且10点就会开放车辆来过。中华人单要20外档，总算等到中华段完全通车。中华县长王惠美认为讲，未来西滨会当甲中华沿海乡镇观光连起来，交通若是较利便，嘛会当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我想这个未来绝对会带动我们彰化县境内的这个相关的观光产业哦，那也提供给民众一个舒适平稳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廊道。西滨快速道路北平对新北市北里区开始，南边到台南市的展门溪桥，总长308公里，自1992年开始分段推设建设，总经费超1500亿。27个丰苑到大城段嘛是第17届通车典礼，剩下就是新竹凤片到香山段，嘛会伫旧历过年进前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西滨快速道路已经定位做是观光公路，可以说打通任督二脉。那我们也把这个台61线定位为一个观光的公路，那可以未来有很多的用路人也可以到我们彰化来体验我们各种观光的亮点。毋过，因为西滨快速道路无收费嘛无车行灯，公路总局会甲各县市的警察局来合作，伫咧全线通车了后，开始实行区间的测速，保证行车安全。交通部所来嘛研究设休困区的可行性，想办法让西滨的用路人嘛会当有食饭甲便所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甲的永信药厂站发生事故，致使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市政府劳动检查组认定讲作业有过失，甲因罚金嘛要求爱停工。另外，中华花坛遮工地嘛有意外造成2名工人无命。
救护车赶紧将受伤的3名患者送病院，随后赶紧急救。初步判断3个人拢是输无这个勇气而造成意外。因为吸入那个气体所导致肺部有轻微发炎，所以我把他收住院给胸腔科。那另外一个来一开始是比较严重，是因为他有点神志上有点模糊，来的时候非常躁动。受伤的3个人内底，轻伤是4张甲4样的查甫人，分别受到刺伤，而勇气有欠缺情形，不过人有清楚。而当场无开的4例查甫人送医抢救了后，分别指数3，也伫加护病房观察中。台中市劳检处早起也到永盛药厂稽查，初步了解意外当时4例查甫人将要进行例行性清洗益生菌的发酵组，验过过程中敢若输入不明的气味，结果分期唔知人。另外2个人想要赶紧来救人，也输入这个不明的气味，所以3个人拢掉伫内底因处理受伤。空间有没有含有害的气体啊？他没有做，也没有做管制，就让你继续作业。台中市劳检处稽查了后，初步认定厂方作业过程有疏失，会依法开发并且停工，改善了后才发到复工，也依照这案罚3万到30万块。而中华花坛早起也发生重大公安意外，工人伫做动土坪施工时，熊壁崩倒去，2个工人被跌掉咧，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了。那我们立即就是利用破坏器材，并且将1名在那个狭小空间受困的民众用长背板托运出来。中外路上，这次4个拢是庄仔壁甲阿门头的工地，就是一个意外现场。看到工人讲，当时正伫挖地基，沿过边仔的庄仔壁地基已经拢落空去，造成20公尺长的壁全倒去。就一边挖一边做，结果就突然下来的这样啊。 2个工人分别是65年厝4个查甫人，甲67年厝4例查甫人。经过了解，这个工地准备要起徛架，不过在这个月23才宣布开工，公所也未核准就动工。就是向公所已经要求停工，厘清责任了后会开发。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毋那咱台湾有事故，哈萨克嘛无病症。当地有一间较俗的航空公司，因的飞行机顶头载98个人，拍无意这架飞行机要起飞煞败马，现时所在尚无有15个人过往。画面上因看到飞行机弄到一栋2层楼的楼厝，机身断做2节。根据飞行历史电脑停息的记录，班机离场了后就失去管道。幸存的乘客指出，起飞过程机身就害甲是真严重，ยัง阁无想到竟然起飞失败，弄到地面的建筑。 Бүгін таңғы 07:22-де Алматы-Нұр-Сұлтан бағыты бойынша БК әуе компаниясының нөмірі 21:00 рейсі апатқа ұшырады. 这架班机顶面除了5名机组员，也有93名乘客，大部分的人拢好运走出来，其中60个人被送医救治。当时阿拉伯岛机场的运作也完全无受影响，其他航班拢能正常起降。失事的福克100型客机甲台湾有真深的关系。1996年出场了后，由当时的国华航空纳入营运。1999年，国华航空和华航所属的华盛航空来合并，飞行机也同时移交，并且维持原来 B12292的机身编号。 华盛航空在2009年甲这架飞行机独役，尾也在2013年来到哈萨克的皮克航空，机身编号改做 UPF1007。一直到27失事为止，这架飞机总共在北京航空公司服役超过23年。新产福克100的荷兰制造商在1996年宣告破产了后，福克100也在1997年停产。不过，这阵依然有100多架第19间的航空公司继续执行任务。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失事当时现场大部真高，不过起飞失败原因也由哈萨克民航委员会成立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冷气团变较弱，于是气温有较回升了。东北部的山区会落阵，和其他地区是节分到好天。不过暗时开始，台湾各角头会有落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 北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加13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加16度，上悬26度；东部这边上加16度，上悬23度。 外岛地区上加11度，上悬22度。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